原來還原靚靚拳真係有用㗎，我最近都俾人打完。講笑咋，唔係真係打，只係搓圓咁扁，但一啲都唔痛，因為我去咗做無痛徒手小環療程，好神奇啊！醫師猜幾下，撳兩下，揼幾下呢，就解決咗我一路好介意嘅顴骨太出嘅問題。冇諗過顴骨真係可以收入去㗎，望落個人溫柔咗，就連下顎線都可以出翻晒嚟。睇下呢個 before after 係咪好誇張呢？呢啲咁自然嘅效果，就算做醫美都未必解決到。醫師好專業，事前都會同我溝通好，亦都會講解清楚，所以我好推薦雲康整全保健中心呢個隱世高手。我係透過 Drop System 平台無意中發現 ，Drop System 係全港首個跨國積分獎賞平台。我會經呢個平台去唔同嘅網站消費賺分，啲分可以換本地、台灣同國內獎賞。我就係咁用咗1分換雲康9折試做優惠，唔止添啊！做完療程仲可以喺雲康繼續賺 Drop 積分換其他獎賞。而家留言 Drop， 我就教你點拎9折試做還原靚靚拳兼賺積分。